中山市區最有性價比、最值得買嘅燕樓社區上城南岸啦！依家全新加推3棟嘅樓王單位啊，首期咧5萬就可以輕鬆上車啊，送你2萬嘅套房補貼，送你全屋家私家電，直接係拎包入住啊！出到門口就可以坐我哋直通巴翻到深圳灣好岸啦，荃灣太子旺角，交通上非常便利嘅。咁10分鐘嘅生活可以去到我哋三好超市啊、萬文匯啊、濕地公園啊、三甲醫院，配套一應俱全啊，非常之成熟噶啦！我哋依家即刻上去地產單去睇。依家咧上到我哋呢個示範單位，1000尺嘅3房2廳2衛啊，南北對流嘅戶型，非常之實用嘅，仲送你一間房啊！嗱，睇下呢個採光係咪非常之好咧？社區嘅配套亦都非常之成熟嘅，有我哋雙泳池啊、宜家室啊、健身房啊、麻雀房啊，落到樓下就可以享受呢個配套啦。屋苑咧係萬科物業嘅管式服務啊，24小時，讓你住喺呢度非常舒服嘅。咁屋苑門口仲有我哋香港直通巴，出到門可以坐直通巴翻去香港太子旺角，亦都可以選擇坐我哋高鐵翻到香港西九龍啊，交通非常便利嘅。嗱，配套亦都非常成熟，有我哋港口醫院啦，3分鐘就去到啦，10分鐘可以去到上城 V-Park、萬文匯啊、保利廣場啊、山姆超市啊，依家開發咗仲送你2萬蚊嘅現金補貼啊，同埋全屋嘅家私家電直接拎包入住啊！上到翻嚟中山退休養老可以揀呢個屋苑，都係5萬輕鬆上車，月供3000零蚊，毫無壓力啦！中意呢個屋苑嘅朋友，快啲 call 睇我帶你過嚟執翻間啦！